我做過好多間企業嘅 AI 顧問，其實員工只要問我3條問題，我基本上就知呢間公司 AI 一定推唔喐。我係 Terry，以前管理過8000幾人嘅製造業團隊，過去3年深耕 AI 領域，專門幫企業做 AI 培訓同定製 AI 應用。好多老細一開始都以為員工唔願意學 AI， 但其實未必係咁。我每次做培訓，只要坐喺度聽下員工問咩，大概就知呢間公司將來會唔會真正用得好 AI。員工通常會問3類問題，呢個會唔會好複雜？ AI 適唔適合我份工？如果用錯咗，會唔會出事？但真正關鍵嘅問題，佢哋通常唔會講出口。好多員工心入面其實得一個念頭：如果我學識 AI，會唔會只係代表我要做更多嘢？因為好多公司都有個好現實嘅現象，當一個人效率高咗，結果唔係工作輕鬆咗，而係任務越嚟越多。所以員工自己會計條數，唔識 AI 我做5樣嘢，學識 AI 我可能要做10樣。咁最安全嘅選擇係咩？咪就係唔好變得太快咯。你以為 AI 推唔喐係技術問題，但其實背後係一個更深層次嘅問題。員工一路喺度觀察緊一件事，公司想我變強，係想我成長，定只係想我做更多嘢？如果員工感覺係後者， AI 基本上好難落地。我講講我公司自己嘅例子。我公司有個同事叫 Monica， 大學讀教育學，同技術完全冇關。一開始我哋同佢講公司要 AI 轉型，從零開始，佢都話一開始有少少抗拒。那還能怎麼樣？難道不做嗎？試試咯。佢開始學寫 prompt， 一開始佢都好煩，成日同我投訴。點知到最後佢反而可以教其他人寫添。後來仲自己研究工作流優化，呢個唔係我逼佢做，係佢自己主動去試。而家公司好多 AI 項目都係由佢負責。前幾日我同佢講試下 TRAE 啦，佢第一反應我技術小白，唔識編程。結果當晚佢自己研究成晚，第二日就整咗個古詩詞學習小程序出嚟。有樣嘢好有意思，好多人以為識用 AI 嘅人本來就好勁，但其實唔係，好多能力都係喺嘗試嘅過程中慢慢成長出嚟。但係關鍵係一個人願唔願意開始試，答案唔喺個人身上，而係喺公司文化度。一間公司如果允許人試錯，允許人成長，好多普通人都會變得好犀利。但如果一間公司俾人感覺效率提升等於工作量增加，咁 AI 永遠都只係擺設。而家好多公司成日講 AI 轉型，但係真正要升級嘅其實唔係工具，而係公司對成長嘅態度。AI 唔會取代人，但係 AI 會慢慢取代一種習慣，一種唔願意改變、唔願意成長嘅習慣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，歡迎你點讚、訂閱、轉發。我會繼續同你分享 AI 點樣喺真實商業入邊落地，真正幫到生意。